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浩明阿明姑，欢迎收看福起来的。今个3月底波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支手机的，有当然嘛有2支。手机的出到半年今个3月过度偏离，啊，半年在街头上出现过度的大投诉。但是看了偏离的手机的底波，其实话有嗰度我哋看唔到嘅门向。今日我哋邀请到来宾係我好朋友张梦丽，伊除了要介绍幾款我哋佢常用嘅手機 APP 以外，伊話我教我哋。用嘅啲方法也就看唔到門向，我哋馬上嚟介紹我哋嘅好朋友張夢麗。主持人好，各位大家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係啲家東來嘅張夢麗。夢麗啊，係咪同大家人介紹一下，今家工作係乜嘅啊？好，我係咪細條吼，如果睇種嘅電信服務業，按明年我哋如睇買手機啦，教人客用嚟操作我哋手機嘅問題啊。頭都有講。教人客用嘅要用手機嘅即係唔能買手機啊，做乜教人客用嘅用手機嘅咯？哦，也問吼，一個智慧型手機吼，無從調擺安尼哦，調擺吼，我哋睇買手機吼，可能我那機手機攀啦，差唔多5分鐘就可以賣出去一機，也問一隻手機吼，差唔多1點鐘哦。做乜咯？嗰度東西可以攀嘅咯嚇。其實唔係講嗰度東西，是賣出去嘅，我哋要做服務，我哋如果教睇人啥，教人客我用去操作一個手機。但是係有啲問題，你講，而家手機嘅我哋講，你看我哋其他買手機嘅過去哦，而家冇個使用手冊呢，冇說明書呢，都變成講買做手機嘅你容易咪講，拿過去人這個都低，買而冇去摸下你手機嘅問題咯。哦，講到有問題吼，我有一啲人客吼，伊都過去嘅做麼？有打電話過來講，你點解用冇說明書咯？冇說明書係需要用嘅方咯，我都提講，網絡個鼓勵一片，我嚟教慢慢嚟學下你。嗰時都變成教手機嘅用去用，教人客用用手機嘅工作都搞本地來做係咪？咁係從問一下你講，太用嘅人會去問題啊？一般吼，也問因為智慧型手機吼，也問每個人太用攏有哪一支？所以吼唔免講後生嘅吼，那時就用一個智慧型咯。我哋嗰度太人啥吼，也問地杯吼可以裝嗰度 APP 啊，吼我說有個人買一支貴嘅吼，以為第二個朋友講，唔看人手機伊好用嘅呢，吼地杯買東西攏有呢，唔係冇買，是我用嘅方咯，我用嚟操作家嘅東西咯，安尼。嗰時嗰度冇問題，就從我哋嘅長輩啦，吼，我哋太人啥係咪？咁我哋太人啥而多多問題，睇用很用嘅。好，一般吼，因為都免講吼，我買一個手機。到底地杯一般人喺面攏打電話、接電話。到買一個我用乜東西，嗰時也地杯吼，我都會有推薦因哋用其他 APP， 比因哋使用上吼較個方便便利安尼。啲觀眾朋友，我以前吼都睇曬其他有教過我哋呢睇人啥手機嘅啦，無論我哋電腦嘅用法，但是我哋睇人啥可能連啲最基本嘅東西，如果出問題，咩面有多安尼問題？有我。一般遇到問題吼，如果伊唔識得講手機，伊可以開機啦。伊手機用到無天的吼，如果講奇怪，用手機用，我有啲充電呢，充電用手機用有慢步步哦，用安尼，吼，我哋喺擺部機唔得講，我要教伊用去開關機嘅問題，一都常常攏要拄到安尼。可是對我哋太人啥來講吼，唔單止教伊充電。充電咧吼，把它重新開機，一聽佢講係幾重要，因為我媽媽嘛係。其實我發現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以前係搞電腦時啦，咧搞滑鼠、筆數啊，其實我都常我講，跟我哋睇見啥，佢腳頭啊差唔多有5斤啦，每個人都扶得幾厲害，但是拿到冇3兩嘅滑鼠筆數啊，一定全部拿唔好了，因為佢數啊都冇習慣真實嘅嗰種手機嘅用法。嗰時幾時我都教我媽媽，忙到到念，因為常常我念唔出嚟嘅 APP， 因為做乜伊都用抹的，但是我哋 APP 要用念下去。嗰時看方嚟幾簡單嘅動作，對我哋睇人上嚟講，唔可以對去教伊。從我教媽媽幫我都話用嘢數啊呢，有到念咯，嗬，有到抹咯，教久嘅都個好念咯 ，APP 要念下去。
用捌的方吼，对 A P P 来讲，嗰種唔可以使用嘅，伊都唔會有通作。嗰時有的 A P P 我媽媽經驗，我唔痛，伊係用捌的咧。好，嗰時我就講，我用眼的咧。咁除安尼以外，唔係用捌嘅太現實，因為講，我哋感覺到嗰種幾簡單嘅事情，但是我哋太現實唔到位啊。哦，因為多多談到呢種嘅主持人講吼。迄種誒會輕嘛錯無？輕下伊。係，我有啲人下路人勁輕呢，輕過太啲啦呢。伊講奇怪下就輕太啲用版本迄種誒做出來安尼吼。啊，其實有種主持人講誒，一般人喺教書機吼，伊都三個動作啦。哦，三個動作。伊咧迄點。一點。係用慢慢點。點。啊，伊咧如果用八個吼。好，用八個的係，冇唔錯。啊，伊咧要喺嚴定、輕定。目標哦。係，錯。我都一般都用遐三個方式吼，對人客講。你記得有三個好啊，係安尼。天地都點啦，吼，我哋從頭會點伊個 A P P 嘛，吼。天意都挖咧，於是我哋咧 A P P 要打開來，吼，有啲愛挖過去，唔講係挖過去要彈天花，挖過去唔會彈天花，係做埋到愛硬個叫一些，一個 A P P 咱可以使味。係，做安尼。係一個重要，因為一對細人嚟講啊，我哋年輕人嚟講，乜嘢都冇。但是我哋睇現實看到用嗰種奇怪，怎麼能驗唔出來呢？其實我哋而家睇現實，佢會用一啲通訊軟體，錯。每個人手機底位攏要有標安尼通訊軟體。其實我認為講嘅通訊軟體幾好呢，因為吼，一般人同人嘅距離啊，綁得幾遠。譬如講，以前我哋啲生意嚟聽外面讀書啊，吼，譬如講像我嗰度即全部睇美國，以前可能都用打電話啊，吼，冇都講寫信嚟過來。但是有安尼通訊軟體以後，我媽媽給他名義都貼喺上面啦，吼，都同我伊可能話唔會打字啦，我都係用錄音嘅，吼，廿一團講乜嘅方，今日睇緊嘢好冇，然後就表現，我哋即全部都談到嘅，當場名義嘅等於都開始嚟改革。錯。咁種人嘅通訊軟體對你嚟講，我哋睇現實我哋冇難嘅問題。安尼也蠻好，都因為愛身邊呢有一種興趣吼，安尼都愛成對呢通訊軟體吼，愛成地用落去。而且成地狀況。係，睇咧吼，睇咧一種嘅軟體吼，一定愛成對通訊軟體用落去。啊，其他其實我都會變嚟慢慢用。因為也吼一個通訊軟體吼，比講吼，伊變伊嘅生意，變伊嘅一種嘅好朋友吼，一天每個人攏要用到嘛，嗰種我要成對一個成地用落去。啊，變呢，佢剛剛講，安尼用下吼，佢親密呢，係親密哦，係，伊迄有佢有親密吼，伊個手機以為明日以為拿的，啊無一般吼手機，迄標燈有唔上去迄種，有唔會有人情意，吼，嗰種係有成段個通訊軟體成用好標燈，變呢去用關係哪呢？嗰種其實每面頭都講，我哋最重要都講。其實手機啊，幫我哋睇現實拿，唔單止打電話，其實吼，我哋講嘛啲嘛，天花一都冇一道通啦。但是我哋有咗通訊軟體以後吼，明日如果有人傳東西來，嗰時啊表現嚴，我哋講嚴頓手機嘅最重要都講，你先嚟裝嘅個通訊軟體，嗰時你先嚟裝好做嘅。錯，因為裝好嘅吼，伊都會慢慢用裝啦。係，按我哋都先嚟準備好用吼，按我哋講，吼一等好我哋傾落去哦，吼啊等下可能你要來叮咚哦，啊有個人下吼。伊要講奇怪，叮當啊！你喺彈喂，用都冇咯，又彈唔到。嗰時咧講一講叮當，其實係文字入來啦，吼，唔係講話。係錯，有安尼一種嘅笑話安尼係，不過道問題不來問。嗰時一條安尼人能講雞毛蒜皮，安尼細事情都可以問啊，係咪？係錯啊，因為安尼都櫃台嘛，吼啊，乜嘅問題吼，攏可以來問安尼。其實安尼有地方問真係幾好呢，吼。係啊，像我最近我咪喺搞嘅，我哋啲手機去。通訊軟體嘛，哈，但是我哋都從來我點個講，我哋啲長輩哈，我有個長輩圖，然後我哋啲學生都同我講，先生啊，教我用嚟做長輩圖，我講我教長輩圖唔是另外教乜嘅 A P P， 我都嘅通訊軟體底部，嚇，你以這個都可以直接去做一個長輩圖。哦，底部可以用。咁我哋示範本我哋啲觀眾朋友就可以。好啊，身體。睇通訊軟體底部，這些通訊軟體底部係因為其實而家嗰度長輩圖啊，吼，如係用配人嘅相片啊，因為安尼冇意思。因為我因為講，嗰種係可以用到我哋自家翕嘅相片，吼，咁我要下一次是傳俾我哋啲朋友，啊，咪佢都幾有價值，我哋等於講唔係傳俾人嘅長輩圖，我哋係自家做一個新嘅長輩圖。
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今日听我哋咧荧幕嘅隔壁都可以看到我哋现场做嘅东西哦，哈。我哋首先我哋打开下边我哋咧一啲通讯软体哈，然后呢，我哋都係先一啲相片，哈，我哋先，好，也偷偷喺我哋攝到嘅咩面線上現場嘅相片咯，好。結果啊，一帶下，都有幾多我哋咧可以用嘅一啲功能。第一個功能，我哋每日都拿嚟示範哈。第一個功能都改色，改色地方我哋可以選一啲我哋國獎嘅色，好，譬如顏色色係邊啊？可能我哋都顏嚟無強嘅色咯，嚇，也改好。第二，我哋都改也俾太色，嚇，係咪去睇？還是講而家佢流行1:1，嚇，我哋嘛可以改成1:1啦，無如4:3，嚇，安尼一啲太色，嚇，都改好，嚇。裝好以後呢，我哋來提顏完成。啊，都可以是來寫詩的喲。一啲上面有啲 T 嘅呀，吼，都係唔得寫詩，吼，一可以寫講來我哋來寫一啲福氣來了，然後快樂來了。先把呀詩打好以後，吼，其實你可以揾無缺用嘅寫成，吼。如果嘅色程都可以玩吼，啊，因為我哋顏色吼嗰好看，安尼都按完成，按下去。啊，如果跟我講，顏色吼你睇底部喲，唔是擔心，顏吼我哋可以用樹體抹上去，好，又可以不用睇，不用按睇，好，安尼都對應我哋咧嘅乜嘅呀，長輩圖都好呀。除了呀打詩以外，吼，其實吧有啲幾好嘅功能，你講，伊後尾有幾張嗰種疊圖啊，吼，譬如講，伊可以選一啲圖嘅啦，吼，圖嘅可能細不用重點，唔怕，頭先我哋有講過，用2隻數字，你把伊貼抹起來，不用睇隔壁，你看，也攏係自家翕嘅相片做嘅，係能講我早安嘅貼圖哦，好，你睇我哋嘅通訊軟體地方，唔是在另外加睇啲 APP，也係咩鬼方便啊？啊，人咩面做好嘛？有啊，我都係對迄種咧。係啊，關係啦。啊，等一下哦，咩米用嘅呀？吼，迄伊即個用數寫啦，我是試過出啦，嗰陣我唔做咁用數寫。你看，像我哋傳傳語言什麼？你看我哋都做，我哋都傳了一啲我哋自家做嘅早安貼圖。嗰時觀眾朋友，等下休息嘅時間，你可以聽到我哋偷偷搞嘅，再做一遍哦。休息一下，我等下馬上過來哦。反而過來福起來嘅，所以台節目我哋教我哋咧裝批吼，用嘅用，我哋本來都有嘅通訊軟體做我哋嘅長輩貼圖。咁 maybe 你係咪同我哋再小解一下講，有哪幾種 APP 喺我哋咧睇面上其實可以用嘅呀？好啊，我今日來教阿面個邊我哋觀眾朋友吼，一個一般我今日用到嘅吼，大部分都係講天氣啦。哦，天氣，天氣佢重要，最近颱風嗰度，落雨啦、颱風啦，吼安尼吼。啊，一個天氣吼，我哋一般我哋呢來吼，我哋可以看天氣都看我哋素材。我哋素材係，譬如講我喺屏東加東啊吼，我哋來請一個睇先啦吼。就唔即係睇美食嘅素材啦嚇，嗰種我哋觀眾朋友睇台北睇苗栗嘅地方，你都先尋到即個台北苗栗嘅地方，因為天時無共樣。係呢來啊吼，如果本選可能喺中部還是南部，係嘛？哦，我哋都來選方法來選，來選南部。啊，南部入邊如果有屏東、高雄、台南，邊間依啲所在，共樣嘅嘅天氣哦。係啊，眼呢點因為點呢來吼？入邊喺高雄嘛吼，真係。嗰時高雄又話從嗰度起係咪？係日本呢種嗰度。搬一個腰，誒，我清大城點一個呢來看下嘛吼。而入邊冇有後邊講鳥松區啦吼，係鳥松區。呢來啊吼，如果看到今年吼按無如傾講拜5、吼拜6，吼而家九順條按冇條而家嘅時間，伊都冇有寫出來，吼跟伊嘅天氣用。嗰時也預測。天氣預測嘛，我寫出來。係冇有，伊差唔多要預測1禮拜。1禮拜吼，冇有落雨啦，吼啊，譬如春一條一條，攏要地下東風，伊攏會顯示出來。吼，也係做天氣嘅問題吼。係啊，對我哋咧裝批真係幾重要，因為我哋有時間冇時間去看氣象預報。好，但是有時講我哋看到，現在
我哋媽唔知講伊多係落雨啊，還是出太陽？冇你講我帶雜冇，冇你講我帶另外土冇。嗰時候也俾 A P P 真係佢實用。嗰方面，因為他們他家迄種誒人手一機啦，吼，而且唔是開一天咯，啊嘛唔是開天時話一定都有安尼有天氣預報嘅時陣，可以看得到。啊，過來也個比如安尼迄種誒天熱吼，我去教他家誒路誒安尼搓泡茶。哦，搓泡茶，哦，也幾重要。也算安尼南部也份搓泡茶，也算幾重要吼。啊，一般從也門泡茶吼，佢某天買迄種誒火車時刻表誒。哦，啊安尼也門都有一個 A P 吼，泡茶 A P P 哦，幾好用哦吼。你來啊吼，伊天咧吼，安尼一天可以成款，安尼愛哪一片到哪一片。哦，比如講，我喺屏東，哦，我喺屏東誒哪一個所在，吼，也喺屏東，哦，我屏東誒。潮州一片，然後到高雄嘅高雄，哦，伊一片，啊，過來看時間，我到點，哦，你可以一點，啊，夜茶伊要拌，我滿茶，哦，有拌滿茶，係滿茶邊嗰種快茶，啊，你點落去吼，一片都可以，等下，把伊個所有吼，啊，點落去，伊都會茶出來。有乜嘅茶房可以茶，可以搓啦，吼，啊，伊個個一刀錢。伊嘛要寫喺檔吼，嘿，一刀錢要寫喺檔吼。啊，你直接直傾落去吼，用個身份證，吼，又可以睇檔吼，又可以訂個鈔票，都挺好。挺好，係都挺好安尼，也都算天氣中嘅一個幾方便嘅。其實像我哋喺咧台北咧，可能我哋咧觀眾朋友喺咧台北咧發，一同我哋咧台北咧插用嘅呢同貴廠啦，你講啲我哋有啲 A P P 可能喺專門喺台北插用咧，如果講個天站我可能喺內湖，啊可能愛去我哋通風人，吼。啊，如果同講愛嚟專茶，其實我哋將我哋鄉下話，可能幾多路啊搓泡茶，假如如天咧，你講唔愛去對哪站開始搓，譬如講，到我哋咧 maybe 示範咧，你講我哋對潮州開始搓，啊搓到哪咯？搓到高雄，啊高雄是幾多地方？以下高雄嘅高雄，嚇，都加也是要喺呢啲功能，你講哪時間可以搓茶嘅？譬如講我哋9點。啊，如果差唔多8點到9點、10點嘅時間，所有嘅茶表全部都列出來。哦，有的係滿茶啦，嚇普通茶啦，有的係自強號，啊錢冇共用，嚇時間嘛冇共用，嚇啊嗰種唔係自強號可以填配嘅，嚇唔輸入人嘅身份證之後嘅，你都可以填配嘅。嗰種 A P P 實在幾方便嘅，嚇，你都卡都可以。前一陣嘅時候，因為以前我哋都走去火車站，或者茶條嘅，你讀唔到，因為驚買票嘢貴少嘅，全部用機器買，我哋上我哋咧睇完曬一天，唔每人嘅機器，嗰種睇到卡可以填啊嘛。係啊，之前我哋媽攏同我講，我一到點，好一到點我去，啊，我都同我講啊，我安排擺開天咯，因為我都知道人天天啊，啊你差唔多天天啊，差唔多1-2分鐘，1-2分鐘都好嘅。你可以囤下嘅，睇完曬成天吼。錯，嚇，你幾方便係啊？啊，嗰類比如 T 3嘅吼。一 T 3嘅都係愛睇一種嘅，人哋香港睇買手機吼，一年合同係介紹也係東西。興用嘅啲 A P P 啊。都一種嘅公路曲嘅。公路曲。我哋坐公車吼，公路曲嘅，因為人哋喺屏東吼，人哋一片火車黑白冇人望。吼，啊路係專講睇幾個幫寮啦、家棟啦，吼啊一片攏係坐一種嘅公車。啊有一排人哋睇買手機哦，啊也有嘅年下有同人講。加一把一段時間啊，係我踩落嚟嘅呢，我講奇怪用電乜？用啲電杯用乜電講踩落嚟哦。啊有辦同我講，我一幫踩吼，有問到底睇哪片哦，吼睇水底料嘅哪啲蔬菜哦。我講真係假，伊都拿幫我看。啊因為我平常時間攏開踩嘛吼，我開踩喺上下排，我對也有講冇安定。啊有安尼都係教伊個咧，有辦講用幫我看講，看踩有問到哪片去嘅哦，都會安尼。啊，嗰時也問吼，也問屯他家來一種嘅介紹一個算講公茶嘅 A P P， 公茶伊個 A P P 吼，伊一個公茶吼，也問伊要每幫茶伊攏會有啲編號哦，啊會有伊個一種嘅路線圖哦。好，每幫茶伊有自家號碼，然後其實每一個公茶伊要行那條路線就固定嘅啦，我也問屏東縣嘅幫寮吼，幫寮。啊，我要到屏東誒，嗰陣時我到屏東市，屏東市開吼。好，屏東市係。啊，過來，宜茶係。我也問，哦，伊也有查伊編號啦吼。係，有3條路線可以行。係，有排經過人哋卡動嘅吼。有卡動嘅係。按點呢落。點入去，伊路同講見個茶標填哪嘅，10到哪嘅。入邊，
哦，伊也偏白有咧3点，嘿，哦，伊伊3点我一把，要有办，要发查，啊，伊每一站吼，拢要有写伊的时间，嘿嘿，啊，伊也问我，你看到也问查伊，已经10多耐了，我看狮子头哦，哦，系狮子香，也唔狮子香，伊也写即将进站哦，嘿嘿，唔嫌多，我多啦，啊，有插牌哦，有插牌，伊连公差插牌拢写在当哦，可是人家其实我哋咧连线以后吼，以前嘅人。尤其喺电工厂，色彩又唔掂电到那久，佢插牌上面的字啊，全部係参考用，哦。但是而家有安尼 APP 以後，你看連電工廠都變成一個會刺眼的事情咧。你如果講要而家查到那，要而家查到實際上，可能個人都加動吧，差唔多要2-30分鐘。後個2-30分鐘啊，可能話去買乜嘅東西啊，吼，無論先去來浪一下2-30分鐘查到來啊，把個查咯，佢上面寫個清楚，連也查好了有。其實安尼 APP 真係對我哋講鄉下老人家來講真係幾方便，因為我哋有時候出裝一下，為了等的茶位，我哋可能1點鐘前就去嘅，可是也差唔多都2-30分鐘前。係啊，也個都有擺嘅，你買過來吼，啊，人哋買吼，佢緊張哦，吼，因為買過來嘛，啊，擺又驚冇做茶，又講唔做阿哥，加個成做去，可能電茶，冇講一道點路一道點呢，係講唔放心，係咪？唔過下，有乜菜路多耐，嘿，係講等下唔關心啊，啊，人哋老妹吼，伊嘛喺半信半疑哦，人哋做起，唔講5分鐘茶一本你落嚟哦，誒，真是誒，佢方便都安用。其實安尼真係幾方便嘅，係啊。咁像你嘅家動，像唔幾片如果特別嘅嗰種 APP 係唔係幾便宜，可能冇得講，人哋嗰種嘅產業嘅人吼，可能會重用到嘅嘛。哦，有哦，講到也吼，因為人哋幫了家動吼，人哋都算講。靠海邊咧，係漁業啦，嗬，漁業係。家東啊，嗬，喺我哋6對客家總地方嗬，唯一咯，要喺海邊咧。錯。係。啊，人哋一邊算海巡嘛，嗬，啊海巡後，因為嗰度會出去釣魚嘅，嗬，啊無路會坐船呢出去捉魚嘅，嗬嗰度。啊有咧人下嗬，有嚟同佢講有一個潮市嘅 APP， 係潮市 APP 哦。啊而家潮市 APP 嗬，我問講一般咩攏去。看氣象局啊，氣象局係啊，去中央氣象局看啊。係啊。啊，伊講冇，人哋朋友講有哦，我要係一朋友拿來，啊，我要照電影呢去下載落來，啊，過來下載落來吼，我真是看網，啊，我們講吼，我哋攞嚟了解一下，係啊，有講我容易看哦，伊個超市吼，伊都講哪一個縣市，啊，哪一個縣市，因為台灣安廠啦，每個地方嘅浪無共樣，啊，譬如港口，哦，有港口啦，港口係，有坐船呢吼，啊有港口。啊，伊也咪有擺迄種誒潮那個漲潮跟退潮，啊有擺有潮流哦。哦，潮流哦。潮流，因為吼，俺妹講做嘛看潮流，因為然後以潮流吼，伊要判斷魚的方向。魚的方向。那個魚會跟着潮流的順的方向去，啊，嗰時候伊安尼教俺妹講，也迄種誒睇俺哋嘅所在個奇妙哦。嗰時候有個 APP 對我哋嘅移民來講真係幾好呢，嗬，因為你睇你都講，哪叫我漲潮，哪叫我落潮。聽見都講，嗰魚啊嗬，我因為要停到我哋啲海流行嘛，嗰時我哋啲海流行到哪，我哋啲魚啊嗬，如果停到哪，啊你反正停到啲潮流行，唔知解都可以捕得到魚。咁按現今嘅東西，嗰時我哋啲移民而家都幾幸福嘅呢嗬。係啊，我朋友喺釣魚嘅嘛，我哋講，嘿啊，可能養個 APP 吼，我哋曉得用咧，唔會用吼。你話你應該講，我哋以前從頭我講，我哋啲船咧，嗬，有幾種貴好幾百萬嘅幾種生啦，幾種嗬，落去探測幾種嘅，其實而家唔值錢嗬。個經濟比呢，係啊，真係唔值錢嗬，係啊，幾方便啊。咁我問哦，從人睇店面行嗬，嗰種安尼嘅問題啊，嗬，要遇到幾種幾神奇嘅銀行。一般安尼種也蠻好。我有啲朋友話，佢講伊咧買菜嘛，佢講哦，你啊，真係迄種誒樣樣行啦，服務嘅店嘅啦，服務幾好嘅店嘅。我買菜，我唔是教人開菜。係啲啊，唔係買書機，要教人用書機哦，啊，教書機教起來又把做其他服務安尼哦。你咪做乜嘅服務啊？我買嘅書機喺屯種 APP 也冇上能用咯。啊，因為也智慧型地步吼，都算講嗰度問題啦，有問咧攏有，買嘅攏問，係一般攏我也唔曉得用去傾啦，還是講也個愛用去用啦。啊，其實也個攏唔免按呢洗條呢，啊按呢都
做瀑布安尼落去迄种的啦。故事其实像头都讲的这种潮汐的 APP 啊，真的对我们当天移民哦，真的有几多帮助呢哈。系啊。观众朋友，其實我哋數據地方係有幾多幾有用嘅 APP， 但是其實我哋數據地方嘛有幾多我哋看唔到面向。首先喺我哋喺我哋嘅 maybe 我同人哋講，我哋按樣嘅去撇開一道面向。首先喺我哋馬上過來哦。翻過來復起來嘅，我哋上一台節目有講到，雖然我哋數據幾偏離，但是數據地方有幾多我哋看唔到面向喎。我哋而家都想懵啲啦，同人哋講一下，從我哋看唔到面向，對太陽曬嚟講，其實係幾面向嘅事情。有乜嘅 APP 可以幫我哋太陽曬講，至少我哋天發來啦，無論講我哋那個簡訊來嘅時間，我哋提供亦係我哋講詐騙啦，無論講係嗰種推銷人嘅 APP 可以有安尼東西冇？好有哦。因為一個 APP 吼，算講也問喺台灣吼幾流行咯。吼伊一個仲一個有咧好處，你講，迄騙人吼號碼迄無號碼顯示嘅吼，單日來吼，伊要成頓警示。有個號碼吼，驚啊要本人炒嘅，伊嘛可以盡動電，你按一般講嘅黑名單啦。好。如果你推銷嘛嘅吼，伊攏要成頓提示安尼軟體有無？嗰種上年咧，發體如果寫上講可能係乜個號碼嚇，無你講撥面嘅號碼，無你講也係睇個人講也號碼打落又好，伊哪行落去掛係，無你講也號碼係其實都推銷乜個東西嘅天花，咁跟你講唔知個唔熟悉嘅天花嘛，都唔會接，係錯，都唔會。嗰時候呢，其實會可以減少幾多本人詐騙嘅一啲機會啦嚇。咁唔錯唔知個。對數據按了解，咁對門號呢，講嚟天花門號咯。其實啊，我冇有問題是因為嗬，我哋免費嗬，有一啲怪嘅習慣，伊專門去熟悉嗰種人家唔會嘅嗰種門號，嗰種號碼嗬，乜嗰種人家唔會門號咯，嗰種後背嗰度寫嘅呀，我哋發現到因為講嘅寫啊，好不吉祥啊。可是而句號呢，我哋冇人唔做乜按下嚟。後尾有帶詩嘅一種號碼好無？係，因為我一喺睇讀書吼，我有去迄種嘅做志工啦，吼，我有做電信志工嘛，吼，我有去囤一個號碼啦、手機啊，攏要天數到啦。啊，二擺用奇怪安尼拿，因為我判手機一定要有我選號碼嘛，好啊。嗰多年嘅號碼有無？伊會同我講，伊唔會死嘅。伊唔會死，係啊，我冇死啊。啊，聽到喺安尼印出來冇？安尼迄種嘅櫃台吼，安尼印出來嘅號碼吼，全部都冇死哦。啊，死嘅一攏不用啊，摕天路地背，攏唔會印出來本人讀，係啊，唔會本人寫。伊咪冇伊會讀啊。係，你講奇怪，你印出來嘅號碼用攏安尼咯，萬年愛選咯，萬年愛用咯。哦啊，以下我有問講，我睇順用嘛，我有問講啊沒有，用講安尼好，我佢緊張啊，因為我號碼我要睇用藥嘅。係啊，過來，係啊，伊點會有人講嘛？啊唔認面哦。係啊。也都我天記後，我都判曉面攏4嘛。4哦。也蠻。哦，呢度唔係3嘅4，就4。4哦。啊，都條錢都多3啊，然後4。其實啊，嗬，按你號碼其實即係講幾號機。嚇，真係幾號機3嘛，4嘛。其實對其實我哋天花號碼嚟託，將我哋有到嚟做商業嘅人啊，嗬，而託天花號碼都講，除非你順時嗬，已經產生唔到事，得等下冇辦法會輪到呢種東西，我拿嚟背嘅。將有到2啦，嗬，8啦，其實係最好嘅。佢其實3，其實嘛唔會難啦，因為幾號機啊？都硬係都一般都明，3順啦，嗬，都硬係順嘅，嗬，3順，嗬，都硬係幾號機。嗰種係 T 嘅號碼。都本來拖到一記，也喺捱 T 嘅手機嘅號碼。嗱你講啊嗬，其實你看到幾不吉利嘅嗰種門號，其實看來幾吉利呢嗬。3，4，都一係啊，都一成都幾順時嗬。係。啊，過來也嘅喺捱 T 嘅號碼，啊捱都問講，也有 T 組號碼嘅，啊捱情況先啦。會有天意組，係咪天意組？有哦，天意組嘛，係用都3，4，啊條錢嘅號碼冇共用，啊一記號碼都選本我一下女朋友啦，係。你女朋友看到有冇感覺到唔是來同我？要同我講詛咒我，要同我講做馬唔算嘅號碼我去我用，我要啲假號碼做馬唔可以同我用，啊我哋講。
无啦，夫妻号码安尼用啊，伊讲，伊办无加本，无加本，做嘛要用好码。也爸又讲，嘿啊，做嘛要用几好码咯？睇年啥拢要安尼，可能讲用好码，按奇怪咯安尼。按用的去说服伊咯。我俺有。你觉着你嘅咪求婚咪？没有，我有讲，问你两支号码先用定啦。吼，两支号码先轮流用到。一个号码嘛，真正够好记啦。系，真係夠好記啊。係伊喺調下題用吼，也把下擺傾號碼吼，要傾起會傾到東海邊度。因為安尼調，前面冇強用，伊要搞差，後面攏伊用安尼，下擺有年嘛，還要打唔錯，咪安尼。其實係咪迄個方法嘛？可能也要嘅重現愛哦。其實話唔係按重現愛哦，大家某個地方冇小心都打比打久了都變成自家嘅女婿嘅吼。其實嘛係一種潮勢某一個方法啦吼。那像我哋托天方號碼，其實我哋因為像我哋查牌啊，其實我哋那個監理站一路把西先衝出來，因為個冇人會有西嘅嗰種查牌啊。咁像我哋話有人會特別係嚟以先號碼。如迄種嘅茶牌嘅部分，都有一擺去問，因為有買茶嘛，有上網去查關先啦，伊茶牌用，有發現講奇怪，伊茶牌後面吼，攏唔會有絲，伊個絲攏喺前面，無都全部攏冇，全部都拿這樣，係全部攏拿喺度，因為冇人會生搶，伊想講冇人生搶，趕住跳過去，有比到安尼，有寫信去監理所，有點樣講啥講，有安尼特別嘅嗜好，有安尼嘅需求。是得講一個號碼茶牌可以買本安尼，還是講？有同講，因為連做都冇做。哦，安尼哦。伊唔係做好，唔係本嚟托，伊連咧茶牌吼，係茶牌連做都冇做，伊都會跳過。伊拍想講，我做監理站按到10年，天邊看到有人講我托死。有講，用按條工去宣揚個死安尼，有辦用伊個證明哦，可能講有按到個。收集詩嘅嗜好哦，可以做本案無？伊講連做都冇做，連做都冇做，嗰種唔單止托起嚟，吼，迄連做都冇。連做都冇做，嗰來喺面講，安尼茶牌我用嘅做，喺面講茶牌安尼我用嚟做到4個聯想順利的那個吉祥號碼，嗰來有見面4488，喺面都一組，喺面都一組4488嘛，喺面講我安尼可以，有哈。有，也主有半個程度咧，也主有半個程度。我前幾年吼睇嘅佢茶吼，我有看到人咧茶牌哦，我喺屏東縣哦，我有看過4台5台茶，攏4488哦，攏半多多，係我有啲翕相哦，我啲翕相做一個記錄安尼。嗰種強樣係死啊吼，唔可以也方法無強樣，也不個人都無強樣，有啲人想講死啊吼，同埋人哋死強樣，可是唔加4488時，都變成4488，好，都變成一個歸吉祥、歸吉利嘅一個號碼嘅。嗰種其實係看人啊，可能這個係人哋講，用嚟看一件事情。係啊。咁所以有人會很托嘅我哋咧數據嘅號碼，像我以前我哋有位朋友係做生意嘅，吼，伊都講嘅天方號碼，有啲做生意嘅講天方號碼吼，嘅米最米嘅事啊吼，我伊係比較高嘅，吼唔好講乜嘅1啦、3啦，我講8啦、9啦，吼安尼嘅事業啊吼，那我背上去啦。像人哋我有人去拜託講，我愛做生意，我愛開店。我用嚟托號碼，我係咪擺同樣嘅事情？袂哦，伊要嚟選號碼，伊要成本嚟。一般吼，攏看到攏拿計算機啦。攏計算機怎麼咯？嘿啊，有講算號碼，有睇見碟啊，睇見傾，講咧傾碼講。你傾碼個咯？有擺有嗰種嘛對照表，啱對，全部加放落，數字一倒哦，嗰倒。有嗰種嘛個算命的哦，嗰時等於係算八字的啦，叫我哋咧門號嘅八字啊，你像我哋而家我講我哋咧像，譬如我哋劉浩明什麼劉15百吼，浩1度百吼，米1度百，家康1度百吼，我哋也等於講個也以咧命格係樣，嗰時連我哋咧天發嘛有即個命格嘅咩？係啊，有天，因為天發好馬路一種14嘛，有個醫生。可是叫最好啊，家康就最多啊。一個多錢哦。還是講我推啊八字去搭啊？我嘛唔知用去算的，因為我一般我咧對父母喺托號碼吼，有啲人會講夢中係托嗰啲號碼啦，夢啲號碼按到啊，托嗰啲號碼可能有夾個算咧冇，我有面到一個數字有諧音，
吼，譬如讲，俺都讲诶4488嘛，4488吼，嘿还有个4461， 4461，嘿，阿面讲乜个意思喏？没懂嘛，4461，丝顺熙啊，无，丝如意，嘿做哦，嘿哦吼，嘿嘿，啊，你念空有一个孙哦，还帮啊4461哈嗯，4461嘛哈，嘿哎，错，安尼唔好諗，因為吼，其實以前啊，如果有發現到一件事情，就講，像有的天星公司啊，你如果把有絲嘅呀吼，尤其係兩個，如果有兩個絲、三個絲嘅嗰種呀吼，全部變咗那樣易付卡。哦，做，嘿，係，我哋佢啊，佢講有些人買易付卡，將來我哋即對美國過來冇台灣咧好麻麻，可能都買易付卡啊，咪嘅絲啊，可能啊按到絲咯。不多哦，嘿，這易付卡哦，每種都冇有使用嘿。嗰時我哋發現，像有的天星公司，如果把嗰度。骗人唔會，絕對唔會透過號碼啦，如果轉去易付卡。錯。但是你咱嚟講啊，都發現，咁唔錯喎，4461，其實真正都貴市行嘅人開店啦，嚇，商業嘅用法，其實嘛幾好啊。係啊，講4488、46，啊，有冇？啊，還有一個如果我有一段時間吼，我發現吼，嗰度年客來選0919開頭嘅，我有問奇怪，0919開頭嘅哦，嘿，我講奇怪用嗰度哦。啊，俺那發現講吼，原來0919吼，如果俺的西元的生日啊，哦，是，嘿，19幾年嘛吼，19，嘿，啊，俺的生日係咩6個數字，嘿，哦，後尾都接也數也要上頁，嘿，譬如講0919，啊，過來如，譬如講吼56年次嘛吼，然後1月1號嘛，560101，哎，他就是56年次0101嘛。啊，條前路0919，哎，哎，原來他都會用伊個生日去組合，哎，啊，伊香港人發現講，哦，0919好嘛，按假如多呢吼，按假如本人托起嚟，如果按你，嗰個先好嘛，咪要按到學問呢。其實吼，一如你每位啊，伊即個揾現實嘅集學，今日我哋關於感謝每位來到嚟現場同我哋分享按到數據嘅事情。好，感謝阿明哥吼，嘛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吼，還有乜數據嘅問題嘛，還可以請來哦。其實下哦，等下嚟用通哦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容賢。今日我教大家係全身的運動哦，請大家放起來，同我哋同下做運動嘅哦。運動之前，我記得嚟做一個暖身操，好，請大家同下做，好，兩隻腳打開來，好，我哋數從好把陽強呢，吸氣，吐氣，下來秒動嘅數，秒動嘅天奶，再溫片，吸氣。吐氣，慢慢嚟做，唔是太急。慢慢地放起來，好，兩隻手跳上來，好，啲前面，我記得咯，我嘅背囊一定要平平，好，唔可以你箍，好，啊嚟平平，我看我也平平，從燈嚟做緊樣嘅平平，好，慢慢地放起來。下嚟做，吸氣，吐氣，吸，吐。
慢慢的回中间，来做像好板轮嘅脚七条，好来做一个转阳圈呢，有看到我嘅脚好脚踝嚟转圈。好，用下来，我嘅左脚低后背，好两只数，好再看一下两只数。好做平衡哦，控制好哦。慢慢的变下来，好，更加来弯片，好，一样板轮嘅脚七条，好，脚拇指转转啊，控制好哦。好，我腳盡量，腳趾條盡量，好，可以捅到肚時。好，慢慢地變下來。好，更加拿來做舞者姿。好，我腳好來變後背數，拿來腳拇指一片，好，啲後背踢。可以嘅，如果上面那是唔可以嘅，下來唔怕。剛剛安尼搖來搖去嘅時節，好冇辦法嘅嗬，你可以下來休息一下唔怕，好再來重新開始哈，再一次，好慢慢地踢上去，可以嘅，停留。再慢慢的下來，好，更加按下來彎片，好，更加彎片，好，來腳，啲後背踢，慢慢的踢上去，可以嘅，在上面是，很尷尬。我鉗風嘅，鉗痛嘅，好，再下來休息唔怕，好，再一擺哦，加油哦！慢慢地下來。休息，好 ，keep 起，跳起，等下，呢動作嚇，再嚟呼吸擺。好，板輪嘅左腳，腳趾條，好。控制好，可以訓練嘅安定咯，哈，你骨盆的安定，還有呢平衡感。好，再下來，來彎腳，好，板輪嘅右腳腳七條，加油哦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。輕輕地下來做舞者姿，兩隻腳，一隻腳先低後背，兩隻手板輪。好，感覺做平衡的時節，好，感覺每段搖來搖去，你可以低後背踢。
湾片。吸气，调气，吸，调，吸。做咧缓和，吸气，调气，吸气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今日同作学会冇？一样明日同阿能做运动哦，好好运动，阿能下次再来了。